大家去 Wiki。咁啊近排呢，因為可能有啲新聞咁啊勾起呢一部劇集啊，一部美劇啊，咁啊其實係應該都好幾年前呢，就係 Kevin Hart 主演嘅呢一部呢 True Story 啊，咁啊喺 Netflix 有得睇嘅嚇。咁呢，其實呢個故事嘅設定呢，其實講啊 Kevin Hart 就係男主角啦嚇。咁啊其實呢，劇裏邊嘅角色呢，佢就係其實 somehow 做翻佢自己，咁係一個好出名嘅演員嚇，亦都係一個呢做 talk show 嘅一個即係諧星咁樣嚇。咁趁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下，再講落去之前啊，邀請你訂閱呢個頻道啊，多謝你嘅支持。咁呢，因為即係講緊 Kevin Hart 裏邊呢個。即係要做 talk show 啊，咁啊就係即係全國去巡迴咁做啦，咁啊就今次就成隊 team 咧就去到費城啦，咁啊其實就係 meet up 翻佢阿哥啦嚇，就係阿 Wesley Snipes 做佢阿哥嘅，咁啊當然啦嚇，咁啊兩兄弟再相聚啦，咁啊好開心啦，咁其實咧 somehow 啦，當然啦，阿 Kevin Hart 係大明星嚟，揾好多錢噶嘛，咁啊其實 somehow 咧喺財政上佢都係好 support 佢阿哥嘅嚇，即係又支持佢啊開餐廳啊咁樣。咁 anyway 咁啊兩個人重遇咁啊落 disco 玩啦，咁啊梗係會遇到一啲即係年輕貌美嘅靚女咁樣嚇。咁啊當晚咧就喺酒店房咧就即係瞓着咗，咁啊佢阿哥咧就叫醒佢。咁一叫醒佢咧，其實就係即係個女仔咧就係死咗喺佢隔離嘅嚇。咁啊，佢其實咧講佢就唔知，即係飲到大醉咁樣，可能又食咗啲藥咁樣嚇，唔知發生咩事。咁佢阿哥當然話俾佢聽咧，梗係啦，你即係令到個女仔即係 overdose 嚇，即係可能服食一啲嘅藥物就過量，咁而家暴斃咗啦，點算呢？咁樣？咁啊當然方寸大亂啦嚇，咁點呢？咁開頭佢阿哥就話：不如咁啦，我幫你啃咗佢啦嚇。咁啊，因為如果係你做嘅話，整死個女仔喺呢間房咁啊，你即係身敗名裂噶嘛，乜都冇晒噶嘛嚇，咁啊當然係唔 work 啦嚇，咁啊跟住佢阿哥咧就提議咧，咁啦我都識啲人嘅，就揾啲類似咧識得即係幫你處理呢啲咁嘅事件啊，點樣處理個屍體嘅人去幫手，咁啊就咁做啦嚇咁樣，咁點知咧嚟幫手嗰個人咧之後咧私底下就同阿 Kevin Hart 講咧。即係獅子開大口啊嚇！你做明星揾咁多錢呢？呢單嘢呢，我就要$600萬嘅酬勞，哇！咁樣即係 Kevin Hart 聽到咁多錢，咁樣點算啊嚇？而且呢條友呢，相當之即係囂張跋扈嚇。咁呢，即係咁當呢，即係經歷過咁大件事之後呢，Kevin Hart 冷靜諗一諗呢，最後決定點做呢？佢最後呢，就勒死呢條友啊！咁即係越搞越大鑊咯，即係死第二件咯，咁點算呢？咁啊，當然啦嚇，咁後尾呢就要處理多個屍體啦嚇，咁啊就咧變咗兩兄弟咧去夾手夾腳咧去處理呢個屍體嚇，咁啊又揞多一單嘢咯喎。咁其實呢部劇咧，其實咧係一部咧有少少係懸疑陰謀劇咁啦嚇，咁啊當然佢慢慢發展落去啦嚇，即係隱瞞住呢件事，咁啊而主角咧亦都要繼續佢嘅即係演藝嘅表演咁樣。嚇，咁啊中間會有一啲即係情節啦嚇，即係譬如有人影到佢處理屍體嘅過程嚇，咁佢又要點樣處理呢？嚇，咁啊亦都講咧佢同佢阿哥嚇面對呢件事點處理，咁其實呢，中後段呢，嚇，咁其實係有個扭橋嘅其實嚇，咁啊變咗件事呢，就知原來somehow係一個。即係陰謀嚇，咁啊其實部劇咧都係為咗阿 Kevin Hart 度身設計嚇，即係講佢somehow都係一個好冷靜嚇，相對即係識得聰明去處理一啲問題嘅一個嘅演員嚟嘅，其實嚇，即係一個演藝人嚟嘅，咁變咗咧成件事後尾咧就有個扭橋位咁啊，將件事咧揭穿嗰個真相出嚟嚇，咁而佢知道呢個真相之後咧，佢又點樣處理呢件事呢？咁樣啊，咁其實係一部呢7集嘅電視劇，咁但係亦都我自己覺得呢都幾好睇嘅，其實嚇都節奏都好快啦嚇，咁同埋呢少少出人意表啦嚇，咁啊可以咁講啦，亦都當中佢裏邊處理由佢一個即係藝人嚇一個公眾人咩身份去處理一單咁嘅事，咁去用咩方法去 handle 呢？咁樣嚇。咁亦都有佢身邊嘅工作人員啊，啲經理人啊，即係佢啲助手啊，甚至啲保鏢呢，都會察覺到啲細微嘅嘢嚇。咁啊，佢後尾又點樣去解決呢件事呢？咁樣嚇，咁啊，
即係一部咁嘅劇集咯。咁所以我即係都睇翻都覺得係幾有趣啦嚇，都幾有娛樂性嘅。咁如果你未睇過，咁我覺得都可以睇下嘅嚇，即係咁樣。咁亦都唔係好長嘅劇集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呢個電視劇咧5粒星滿分咧，我係會俾2.5去到3粒星